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虽然講起台灣係一個細細嘅島，但是台灣有55種以上嘅語言。但是像55種以上嘅語言，因為佢當然已經冇講啊，嗰度其實佢當語言已經慢慢地會開始消失去咧。但是我哋今日我講嘅主題就講，語言唔單止係一個溝通嘅工具，同時嘛傳承到一種文化嘅一種使命。我哋今日有請到兩個來賓係屏東大學教育內的先生，伊哋專門睇我哋嘅客家嘅傳承地方下幾多嘅功夫。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兩個來賓，第一係我哋陳延富陳先生，嚟講下延富先生好。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大學幼教內退休嘅陳延富。好，第二係我哋嘅車飛涵車先生，嚟講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大學幼教內嘅車飛涵先生，大家好。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哈，因為我哋提供其實喺屏東人做沉浸式教學哈，其實我哋行一個做，同時嘛做一個學，因為幾時嘅我哋常常會提供幾多個人士來到我哋屏東，好嚟學習講乜嘢叫沉浸式教學，沉浸式教學。剛才提供其實延富先生喺我哋當初做沉浸式教學，我哋講前輩啊，先驅啊，係咪利用下機會同我哋說明下講乜嘢叫沉浸式嘅教學？好。我想啊，我哋先對沉浸式也個字面上來看啦，呀字面上嘅意思，如果同細人嘅泡嘅喺客家話地方，安尼泡，泡一度呢可以泡50%、60%、70%、80%到100%都可以，我哋更加推行嘅沉浸式嘅客話呢，我哋都希望至少要做到50%，咁也用嚟做呢？都有幾個大嘅原則，第一咧，我哋沉浸式的教學，我用嚟做到50%嘅時間，我哋都想第一咧，更加教學上有一啲新嘅概念，如係講冇需要單獨來教客話，實在可以同教學嘅語言客話。同教學嘅內容，對結合嘅傾下，用嘅傾下，用安尼嘅方式。譬如講，我哋教小朋友唱歌嘅，我也攞內容，我攞用客家話來教。我哋根本嘢愛教小朋友肢體運動，我哋用客家話來教。更加我哋幼稚園，個主要嘅教學方式可能還幾多用主題教學，咁我哋都用客家話來教主題教學，也如第一個概念，我哋都用客家話來教小朋友，安尼我哋都幾容易可以做到50%。第二個沉浸式教學嘅概念，如何講？也實在最早係對紐西蘭嘅毛利人嘅來源，也意思呢，如講本身人呢，都喺安尼客家話嘅環境地位，一路每一堂久嘅都會嘅，如將我哋玩細時間喺客家莊，客家人都講客家話，故所以就算有啲好多嘅新人來，一段短時間，一路曉得講客家話嘅，故所以沉浸式嘅教學。我冇強調講，像以前我哋上英文課，有一節英文課，我哋教單詞，句型、文法，帶大家人念，安尼幾真實的課程。因為係用安尼嘅方式，尤其係幼稚園，你就算一禮拜有3節課，你也冇辦法達到50%。也唔係我哋細人咧學語言咧，一個最主要嘅方式。所以，我哋希望以睇幾自然嘅環境地位，我哋嘅先生每日提供客家話，而如果自然可以獲得也語言，拖到我哋講嘅像英文課，也學到學習語言，係兩種冇一樣嘅方式。對大人來講，學習係一個好嘅方式，但是對細人來講，用我哋每日泡喺客家話地位。自然來獲得語言係個好嘅，也如沉浸式教學地位，大概也
重点，同配得教学无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哋希望至少50%，本身人呢每日可以談到客家話，有機會講客家話，線上也用客家話來教學，亦都大概沉浸式教學地方伊嘅重點。咁從我哋發生嘅話，譬如講頭先我哋陳高中是講最大50啦，嚇，有譬如講至少講譬如講50嘅華語，嚇50客話，對生人嚟講亦會講清楚。其實50%係我哋最低嘅標準啦，事實上我哋希望講可能60%、70%、100%是最好嘅，睇生人咧睇成長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對外國嘅研究咪可以看到，其實生人係一個語言天才，伊可以同時學2種、3種嘅語言攏冇問題，頭都提到講會混淆嘛，迄的確有時間會有，像我嘅某嘢竟然4歲人，伊有華語嘅環境，又有客家環境成長嘛，所以伊講話時間像元宵節啊是樣板的，又煮太粒杯，又細粒杯，伊講我要2個太爺，類似安尼，安尼話你聽我嘅聲音嘅情況，明日就會出現啦，我哋去做預防針嘅時間，要有口頭問過醫生講，聲音嘅講法安尼，醫生講歸正常，唔是擔心，你直接聲音嘅晚些時間會有混淆嘅現象，太爺時間你吃樣會混，伊你自家會混淆，也客話也係華語，所以有時間爸爸媽媽可能看到我嘅聲音用我安尼。交錯夾雜安尼講法，安尼會用嘅唔會用嘅，而且呢，對我哋國外研究可以看到講，其實聲音呢睇會雙語或3語的小朋友，伊呢認知上夠靈活，所以有助於海外未來嘅學習，所以對認知跟學習都是有幫助的，也不會有那個語言混淆的這個現象，可是我想問講，因為其實華語同我哋客話，我哋講文法相同，咁唔能用去判定講一些人嘅客話而學嘅好還是唔好，因為幼稚園嘅聲音咧冇像我哋講用筆試啊、考試啊，嗰種監聽嘅部分，我用去監聽也係一種客話發能力咯。監聽嘅部分都講我哋講評量啦，因為評量他跟你談到嗰種考試啊，不定講不定講不是比較正式的那個感覺。其實也不是這樣。聽人講我哋睇學校的地方，幼稚園的欣賞，回歸都會發通。對發通地方，我哋可以觀察聲音咧，觀察伊會談什麼，會講麼，我哋幼稚園的欣賞都有安尼的能力，每個都安尼的機會，咁唔過因為我哋想要了解講大部分的聲音呢，伊嘅學語的程度、用的時間都比較困難，講用這種觀察，所以變講又比較有系統的、個正式的了解，所以客家委員會有委託我哋屏東大學做類似安尼研究，研發一套這個工具，那這個工具對民國100人營養可是都有，都最近就是100人8年的時間又有新的，那國內叫幼幼課語闖通關，那幼幼課語闖通關現在是這個是我蘇烘拿呀2.0版，當講會有強的，呀強的呢，新年可以去送哦，我哋會訓練試測員，譬如講一篇有壽司啊，有茶壺的啊，有海啊，可能新年講嘿，我嘅壽司睇幾個地方，新年都送得強的，送得壽司，送錯的都提講伊糖的是壽司，像也另外一部分呢，係了解講伊會講嘛，像入邊呢有做下的，有約糖的，我會比講，我睇一片咯，也很奶啊，新年呢很比較多約糖的，如果講約糖的，係做下的，如果講做下的，類似安尼嘅內容和方式，去了解講新年呢，伊呢糖的是麼，我會講麼，像我還有一啲，就我哋有5個管啦，像還有一啲也係旋轉盤，呀旋轉盤底部呢有幾度嘅
图啦吼，如生人的因的过喜欢那种卡通吼，像有一啲伫佛教的做物家吼，伊要讲譬如讲也要迄教啥物吼，伊要讲教啥的吼，类似安尼的，我所以用做呢方式，生人的呢都唔会讲吼，降低伊的焦虑的感觉，因为安尼发现讲，摕过细的生人的地位吼，尤其是像更加幼儿可以传统观的娘迄细细，对小朋友吼看到无认识的人真强又对环境有无又可以平常又上课无恐用啊，都过紧张。按紧张的地位呢，生人呢有时节都会纠子呢，所以用安尼教游戏的方式，伊呢都感觉过神奇。落教的时间拢轻松吼，你有咩讲，嗰种摕考试的感觉。透过安尼的方式，安尼咩可以了解讲生人的因的长度体内吼。另外我讲吼，因为安尼也可以传统观，伊有一啲教材吼，迄安尼有编呢，教材呢有5个主题吼，4个情境，教材全部迄生人呢生发地位的内容吼，所以安尼。编教材是讲本先生可以教吼，因为当然幼稚园的先生拢有自编教材的能力吼，幼稚园的无像国小吼，无像高中，伊呢有课本吼，安尼都去甲编吼，所以老师拢可以去甲编。毋过安尼发现到像有一些新传师啦、陪伴员啦吼，也都会欣赏因的教的个认真教，毋过因呢可能对小朋友的了解吼，无像幼稚园的先生按熟啦吼，有安尼的教材都变成一个几好的辅助的部分吼，你都可以安尼教生人的。个资深的先生咩可以运用，因为安尼的教材底边也有目标单字句型吼，一路这一顿他不一定要照着教哈，所以可以灵活的运用。嗰是等于讲也会教出来，就变成伊个线上要一层的一个几好的工具啦吼。嗰是其实更加变成生意来学校化来讲的话，有几好的环境同几好的教材可以用。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过程赛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大学幼儿教育内的陈延富先生，还有夏天涵先生，同我哋讲马家人的沉浸式教育的内容。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哋提讲屏东人的沉浸式教育该做嘛吼？当初我有个几年，无讲有几批开始发展我哋的沉浸式教育咯。好，也如果讲到15年前咯，吼，民国96年的时间，吼，我哋屏东客家处吼。来一个新的处长，叫做古秀飞古处长，吼，也年轻的处长呢，伊到屏东以后啊，伊都发现啊，吼，俺的客家庄的也客话话流失，吼，出彩过严重，嗰度生意呢唔晓得讲客话话，伊都感觉讲，吼，也运用的本来呢，生意呢有机会摕学校的，吼，可以学校来听书来教客家话嘛，嗰所以呢，伊天在上到的係小學。一路去，和俺哋客家莊嘅一條小學去拜訪一條高中。結合嘅呢，台灣嘅少子化開始嘅，開始受到小學嘅一條高中一堂講會教客家話，我講處長拜託我，唔可能我也接受以前嘅學生嘅，更加存500嘅，唔更加我來教英文都來唔晒的哦，唔講我教客家話哦。我出在安逸啦，但是我唔甘呢，也怕呢去哦，去撲佢哋唔點樣用嘅哦，去免疫的接受高中就安尼講，我就有條高中咁我安尼啦，處長，乾脆去幼稚園啦，幼稚園吼，伊能個冇考試嘅壓力，課上個連發，顧處長呢都有讓去幼稚園拜託，幼稚園也一樣嘅情形，佢嚴重講唔該。俺哋也以前300個學生嘅，更加100個都冇到嘅，唔喺嚟教客話，
俺哋也唔啲家長認同啊，唔認同，係唔認同啊，話咁我也幼稚園一樣嘅咯，我按到線上去學呢，好拜託，你前一家，也初中呢唔啲讀咗一多家，他家人都冇辦法配合，所以你呢喺實施簽到一啲立群幼兒園，拜託立群幼兒園那個盧園長，盧園長開始嘅時間也係唔夠，也唔係佢願意，但是呢，也顧處長我也佢佩服伊啦，伊去嘅唔止一多擺，至少5-6擺，你去拜託伊，也盧園長看也處長很熱心，真多。佢下個立群幼兒園存到40人嘅生意呢，盧園長都想偏偏嚇人啦，我嘅生意呢，竟然也太好畢業嘅，有投入嘅，咁你嚟比看啦，比輸嘅乾脆幼稚園都輸上來，我也退休嘅，你按呢心情下，能答應呢？答應以後，也顧處長也各有遠見啦，伊想講，個幼稚園願意做，我哋應該來請大學來聽書，所以你來簽我，接下來真都會係屏東大學幼教呢主任，來簽我時間，我咩18歲，我聽得上嘅路講，我願意啦，但是呢，我唔咩學也幼兒的語言學習嘅，因為我哋大學有一啲欣賞，有一啲學術專長。我係戲劇教學，雖然我以前有教過泰人嘅華語，我喺時態教咗幾多年，我喺美國開課教美國嘅大學生講華語，但是唔係教新人嘅，所以我都想我係學教嘅，有一啲陳雅玲老師，我向呢，伊係學雙語教學，咁無論我能量嘅，伊啲唔曉得講客話，但是係幼兒語言專家。伊啲唔係幼兒語言專家，但是客家話，我哋兩個人，如果像伊啲脖子伊啲嘅，你互相聽書，我都想講我客人，我冇答應，慢來做咯。你按呢情形下，我哋都答應嘅，所以你對嘅下嘅，對1家、3家、10個家都更加全台灣，你有超過100家幼稚園。睇做人嘅客語嘅成績是不夠好，泰國都有一啲咁嘅故事啦。等於你講其實就是神秘客人嘅嗰種經驗感哦，佢結合也被沖淡啦。但是就從一開始從多現場講嘅，其實一開始雖然講其實上我哋已經有母語教學，但是其實母語教學對幾多嘅其實嘅學校來講嘅話，因為因為講係一啲簡約嘅事情啦。學喺嗰邊講嗰種會自學佢唔點樣去同家長去說明講，有一啲母語教學又應該全部用客話來講來教哦。嗰個對於嗰種少子化嘅嗰種情形嘅話來講，對於幼稚園嚟講，真係壓力蠻鬼大。但是初開嘅嗰時嘅壓力來講嘅話，一開始嘅做時間，全部都先生嚇，嗰時有教材嚇，嗰時一樣會面臨到問題。藝人嘅先生雖然客家人曉得講客家話，但是我教乜嘅，藝人都發現講，應該唔係問題啊。天然藝人去教師嘅看先生上課嘅時間，伊都教阿爸、阿妹、阿公、阿婆、阿叔、阿伯，藝人講又幾好啊，人哋從成塊仲會用到嘅呀。天一學期呢，伊都教水果，薑枣、荔枝，另外也好啊。但是天然去嘅時間，啲先生又一樣教阿爸、阿妹。咁啊，上也都唔係辦法嘅喎，因為客家話也唔係請阿爸阿妹同水果啊，家先生去請睇下人哋打圈圈，也都冇辦法答通人哋嚟教客家話目的哦。咁所以呢，啲後邊人哋都同亞玲老師，亞玲老師也方面嘅專家，伊同人作為幾多嘅聽書，人哋都編嘅人哋第一套嘅教材，都係人哋呢也課語客話真好教也教材。也教材呢，利用人哋也幼稚園嘅主題教學，人哋作為96個單元，對小班一直到大班，
吼，俺哋都同先生编好嘅，吼，也内容係乜嘅，吼，用哪條客家sen詞，吼，用哪條嘅也對話，吼，編好以後，有樣也問題解決的，吼，先生唔會裝好佢阿爸阿媽好佢睡過嘅，吼，有樣也課程嘅內容，吼，都豐富嘅，但是呢，有個時間我哋發現有一套安尼教材。但是俺们的幼稚園，幾多類型，有鄉托，也有私立幼稚園，也有公益幼稚園。嘅欣賞書嘅訓練，有高中嘅、高職嘅、幼保科嘅，也有研究所畢業嘅。所以呢，有嘅欣賞各有經驗，拿到俺們的教材教得十分好，但是也有唔會社會欣賞，經驗唔拉。我哋感覺教到冇達到人哋嘅標準，天也冇達到標準，天也冇達到標準。咁你想咁樣嘅咯，嗰時人哋想，咁如安尼，人哋如為一條先生來編譯啲人哋天嘅教材，如主題小幫手、教學小幫手，如等於同先生一樣嘅教人哋寫好教案，俾先生參考。有啲教材一出嚟以後，馬上看到成果。如原來教嘅唔係按理想冇達到人哋標準嘅先生，睇一年以後，如全部要達到人哋嘅標準。按原來教嘅好嘅先生，還係改好，甚至變好。所以如達到人哋解決嘅天然問題，但是有文化部分呢，先生如講都睇到教乜嘅咯，人哋設計也唔係佢熟落。所以人哋如編嘅第三嘅教材，如人哋呢客家話咧，嘅識槍槍，客家嘅文化繪本啊，而用5本，呢對客家嘅食衣住娛樂客家精神，人哋先以人哋6隊做田野調查，可能人哋客家地方也有乜嘅特色嘅文化，人哋數據好以後，人哋還請嘅賴聲川嘅學生嘅，各位編劇嘅來編嘅也嘅故事，大家可以看到一圖，嗰啲人寫，嘅故事大概內容都講啊，有啲外星人跌喺人哋客家莊來嘅，幫人哋客家北宮看到嘅，客家北宮講，有乜嘅人哦？嘅木做屁股，嘅安尼亂掉啊！佢講咁唔係安尼哦，唔係來呀，如果同嘅5個人掉去以後，看到伊再安泰啦，如提我哋嘅客家名嘅，我讀太宰古，所以呢，人哋啲先生都可以講安尼故事，講人哋講，家見本啲人咧做樣板嘅哦，我請太宰古來說咯，如係。太宰古呢，睇人哋客家莊呢，喺度幾禮拜以後，23夫一來一 Q 嘅，所以人哋後期嘅客家小朋友，如果為做人哋客家嘅3夫，所以都可以同人哋客家嘅，也服飾嘅文化帶入來，過來呢，而嘅太宰古一來一喜歡人哋客家莊嘅，所以決心喺啲客家莊，但是冇活嘅可以喺。所以人哋後期咧，人哋咧客家嘅小朋友，都提做客家嘅活嘅，人哋都可以同客家嘅客要帶入來。嘅太宰古呢，喺度半年以後啊，而發現咧客家莊乜嘅如何，都唱是怕無聊呢。所以咧，客家嘅小朋友呢，都同人哋平常教嘅，一條人哋客家嘅童話一條，都介紹本。客家，如嘅，咪用人哋客家人咧，一條國慶咧個節慶咧嘅發通，也攞本太宰古底，而都感覺客家莊也幾好教喎。等於都講伊啲故事底部幫客家文化傳遞好。最尾呢，如也太宰古而上變咧真正嘅客人，但是做客人冇咁簡單哦，而要通過闖五關嘅考驗。而要曉得講客家話，我哋客家文化，我要客家嘅精神、剛強嘅精神，實猛嘅精神。所以小朋友都可以同人哋學習嘅東西來做複習，來聽述太宰古變咧真實嘅客家人。
嗰個堂度入邊，你會發現到講，其實曾經嘅教育唔單止係一個教育，同時亦嘛係一個幾神奇、幾好教嘅課程。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陣睇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陳延富先生同我哋佢上陣嘅上面嚟下講，我哋曾經係教育嘅教材當中很用嘅去設計嘅嗬。我想請問一下嗬，因為其他好多我哋咧延富先生已經講嘅教材嘅部分啦，係嘛？啲講唔單止有教材嘅部分，係教用嚟教，好，最尾有一啲安好嘅故事，把所有客家嘅文化嚟串聯開啊。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講，個實質喏，我想聽你問你講，從一套教材係咪一定要客人能可以講，還是講？唔係客人嘛可以教，嚇啊！同時講，其實我哋喺客家中有很多嘅先生，係咪講一天會講客話，我哋都可以變一個好先生。係安尼吼，因為我哋希望講先生喺學校嘅地方有一般嘅時間講客嘛，吼。所以我哋希望盡量一天要客人過好啦，吼。唔係客人嘅話，吼，伊可以對成法方嘅客話佢是學起，因為成法嘅客話。因為人咧生人咧學嘅其實幾簡單吼，所以我哋要鼓勵講，唔會講客嘅先生吼，可以投入安尼計劃吼。啊，另外一點係講師資嘅部分吼，因為師資嘅部分，師資其實是一個教學最成功嘅一個關鍵吼。所以睇我哋曾經是教學我哋特色一個計劃特色，如果我們有持續的做師培，就是師資培訓，好對。也15年來哦，我哋師資培訓完全沒有停止哈。每一日最少有100個師培的研習，我哋方式係安尼哈。我哋如果研習嘅時間，如老師們如來嘛哈，我哋會設計一些課程哈，譬如講像更加歸流行嘅 STEAM 的教育嘛哈。那我哋如有一些課語融入科學遊戲嘅部分哈。啊，譬如講文化部分，客家盤法，盤法嘅教學，我哋有各種不同類型嘅研習，那老師們有了研習嘅時間，唔係講能學到客家教學嘅部分，對於自己幼教的教學方面，他也有很大的成長。所以做乜15年來冇點啊，先生應來應支持，原因就是講。因為先生感覺參加安尼計劃，不止我課語教學，還有安尼幼教的專業也精進，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我想講安尼，因為安尼老師已經成熟到一個地步，所以更加安尼沒有很多的分享。那安尼分享係講用團隊的方式，譬如講某個幼稚園，像安尼之前的喜思幼稚園，伊得到全國的教學卓越獎，這是幾難得的一個獎，伊如用我哋客家的文筆亭的文化，得到安尼獎，如邀請伊哋團隊來分享，其他幼稚園都可以提供我哋文化用來融入我哋課程底杯，其他沒有，所以我哋有不同的主題。那因為每年無形中累積先生的那個能力都越來越好。所以，師資培訓就是一個最重要的部分。那老師除咗安尼研習之外，還有一個互相鼓勵打氣的那個，就是安尼都他敢言窮哈，安尼這好幾十個人一起走過這個10幾年嘛，他敢言都窮哈，因而因進步很沉重我想也係安尼計劃最大的特色啦我哋話提供其實是延富先生後來嘅經驗睇。全國睇嘅演講嚟推廣一部分，呢一部分喺全國其他各地唔看到乜嘅現象咯。一2年啦，我有啲困難得嘅機會啦，客委會呢，有啲案呢，我有機會去全台灣，所有嘅客家莊，要做客語教學嘅，我哋去訪問，我更加看呢，對桃園啊，新竹啊、苗栗啊、台中啊、台南
高雄屏东超過100家幼稚園所以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近間嘅客家狀態推行學語嘅時節嘅問題其實天嘅印象係佢真相嘅我感覺我哋嘅客家話係有希望嘅，因為從我15年前比方來，大家人聽到我教客家話，就客家話是唔敢推動嘅來比方來，近間嘅感覺我哋客家話嘅重點嘅縣市對嘅地方嘅政府都學教嘅，大家人如更熱心，也更願意去推動客家嘅教育，所以我基本上係感覺我哋嘅客家話還係具有希望嘅。但是我哋也有幾個挑戰第一個挑戰如果更加學教嘅睇推行客家話，但是伊能普遍同我反映嘅如係講家庭更加呢三個人數個冇去做睇路卡冇同細人嘅講客話學教嘅教嘅家庭嘅配合度唔係貴啦所以也會喺我哋更加接頓學教嘅去做嘅，都會讓嘅為我哋嘅客家家庭可以喚起人嘅客家嘅意識大家要向我來達標，也係佢重要嘅挑戰。第二個挑戰，我係發現更加我哋更多嘅客家嘅重點鄉鎮，外來人口越來越多，像新竹、桃園像竹北，更加人哋嘅幼稚園地方小朋友大概客家人冇到20%，有乜嘅概念呢？如果30個學生嘅客家生呢，可能冇到5嘅。按呢情形嘅桃園睇新竹如也有按呢情形。所以呢按呢喺個客家嘅生意越來越少嘅時節，人哋嘅推動嘅時節，嘅困難度同挑戰會越來越大。所以也都同人哋講，也客家話推行唔可以等，再等只有越來越困難。大概也都係看到嘅兩個個大挑戰。因為也兩個問題，其實我哋睇一從之前我發現都有問題像第一個問題，我哋所可以每日寫先生，因為其實像寫先生按人強，係咪講客話咧？其實冇按到。可是因為前一陣咪他跟你哋吵一件事情講，到底母語在學校學還是在家裡教？嗰種人母語都講母語應該在家裡教啊，就像我們以前講的一樣。我講沒有。你更加嗰度6、7年生嘅爸爸媽媽母語都不會教，你讓他回到家裡教的時候，通常家裡都不教母語的。因為怎麼爸爸媽媽都唔曉得講可是一部分嘅家庭呢，咩嚟講？我哋而家生意呢，睇幼稚園唔會講嘅，按樣一邊將你爸爸媽媽會講一件事情。也因為呢，我哋都睇訪視嘅過程中發現有問題。所以我哋更加也作為一來一從事講也家庭嘅部分，按樣嘅加入第二點我哋做嘅都講希望我哋咧學教嘅可以做橋嘅伴家長來配合，也乜嘅意思呢？我哋都發現講出差我哋客家長嘅也阿公阿婆爸爸媽媽也唔願意本身人學客家話。但是伊能唔點樣嚟做，所以呢也學教嘅部分可以做安尼機會伴家長來配合，譬如講我哋可以睇學教嘅教嘅也念謠唱歌嘅也可以問小朋友歸依，唱伴阿爸阿妹聽，甚至教阿爸阿妹阿公阿婆，大家要向下唱個傳歸來，俾伴所有嘅小朋友看。其他小朋友看到講，家人咩過來同阿公阿婆向下唱客家話，實際我哋嗰度阿公阿婆也願意同小朋友講客話，但是伊講客話時節小朋友唔願意提講，唔插伊嘅意見，所以都變得講結語嘅，更加我哋學教嘅，都伴阿公阿婆啲，伴孫呢可以主動同阿公阿婆講客話，安尼可能如果容易成功，阿公阿婆也會願意來配合。也第二點呢，我哋也發現講更加迄陣可以同我哋嘅家庭更積極嘅放入來，伴一家庭
家庭之間可以互相去鼓勵學習。故所以我哋更加做一啲也親子共學發通。如果譬如講我哋喺幼稚園地方，也我哋講唔係所有嘅小朋友都會學嘅，可能只有18個學嘅。故所以我哋都同樣18也學年嘅家庭嘅爸爸媽媽喺禮拜6嘅時間，我哋都請來幼稚園，我哋設計該神奇嘅發通，可以係科學嘅發通，也可以做人班嘅，嚇喺個過程中，我哋譬如好啦，我哋用做人班嚟做一啲例子，我哋都同客家話加一批，我用做人班嘅，我用麵粉，我用乜嘅，做嘅時間，小朋友同家長共下做好以後，我哋都請家長同小朋友用客家話來共下分享。廿八嘅發通，譬如一個佢講唔記得同媽傾下來啊，我同媽媽傾下來，你嚟做乜嘅啊？我哋就做人班嘅，唔記得做人班嘅乜嘅色啊、紅色，唔做人班嘅好色模，像安尼唔係搶做發通，又可以本親子來傾下講客話。萬有一啲最重要嘅係發通結束以後，我哋會請我哋學生嘅同新人帶了。同家長留下來，我哋會同家長分享過，更加教細人學客家話對小朋友有乜嘅好處，對我哋客家話傳承有乜嘅好處，更加我哋客家話傳承有一體嘅危機，本家長了解以後，也俾人分享，人哋都咁樣去做，我哋大家之間，譬如係看到，哎呦，也心叫好老人嘅，唔曉得講客話。但是伊帶兩個新人來學，伊唔係客家人就按認真，剛好我過來同佢講哦，有時候我講伊明日按認真同新人講客話，剛好我來，嗰所以安尼客家人有一啲互相的，安尼鼓勵嘅力量也幾重要，安尼做以後，家庭有安尼意思以後，伊能歸去都幾積極哦，我搞新嘅講法。客家人都互相學習啦，嗰所以我感覺更加，我哋除了學教以外，家庭嘅部分，我哋一天都在度加強。嗰個沉浸式教育其實係希望客家人睇睇嘅最自然嘅環境地方，重新去歸到我哋客家話為嘅文化強地方。基本佢感謝兩個位來到嚟現場，同我講咁多沉浸式教育嘅事情。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聽我哋先生來intro intro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